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熬早。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三甲伫神的主日，咱做伙同心来敬拜咱的上帝。邀请咱将咱的手机关做震动，也是关机。咱伫上帝面前三甲同心来祈祷。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救恩，感谢你的疼痛，感谢你伫一礼拜中间对阮的保守甲带领，互阮的心悠然会当伫这个时。用安静的心，三甲来敬拜上帝，阿罗上帝。主啊，阮知你所创造的奇妙，虽然外在环境有侪侪互阮料想袂到的事，是上帝你的公义永袂摇动，你的国度要永远临到这个世界。求上帝你圣神成做阮的帮助，互阮伫上帝你的面头前，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主。互阮伫世间的万项物的中间，阮拢要着用阿罗上帝你大能的至尊的主上帝。求上帝你圣神甲阮三甲同在，带领阮伫今早起的敬拜，互阮三甲伫你的面前，嘴讲我的心阿罗耶和华，同心祈祷恳求，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咱做伙起立，咱来吟我的心阿罗上帝。我心阿罗上帝，主的愿我的病，天地万物三甲因下，阿罗伊大尊名，树木残红水浊，永永大海观山，天命伊大观念眼光，真爱公义较真。我心阿罗上帝，我心阿罗上帝，世间情人的病，空中飞鸟吟诗出声，阿罗伊大尊名，溪水草木七水，芳花果枝结水，日光照来，凉风吹来，空气大人爱，我心阿罗上帝。天的本对之间，虽然歹代暂时相欠，公义稳当着成，千古临高的酒，那尊的天之佑。天的高尾下垂之间，灵光归于上帝。这时无需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当阮要搁一摆来吟我的心阿罗上帝。主啊，阮知有真侪时阵，阮的心无法度通唱出阿罗的声。是因为阮受到环境的影响，阮受到人的影响，阮受到阮家己本身，阮所掠做是安尼的代志来影响。求上帝你怜悯阮，帮助阮，互阮常常伫你的面前知影，主你一直咧带阮行人生头前的道路。主你是阮的牧者，主你要一直甲阮三甲同在。求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，引带阮伫头前的道路。通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道路，搁一摆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谦卑。
咱，你去找所有的兄弟姊妹，甲伊讲，主做你的牧者，你唔免惊，主要甲你行。咱会当做伙来讲，做伙甲伊讲，主是你的牧者，主要带你做伙行。甲伊讲平安，主是你的牧者，主要带你行。甲伊讲平安，主是你的牧者，主要带你行。主是你的牧者，主要带你平安。
谢你，感谢你伫阮的生命中，原知上帝你在照顾，原知阮的生命是有主你在带，毋是靠阮家己的意思甲感动咧行，是上帝你带阮行伫上帝你所互阮的环境，所互阮拄着无论什么款的患难，总是你甲阮讲，踮伫主你的膝下，阮拢免惊。上帝你拢要照顾阮，恳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互阮常常伫甲主你跟对主的骹步的内底，明白主你毋若逐日在顾守阮，你嘛要甲阮带路，带阮行伫上帝你所恩典蒙福的道路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伫今早起的敬拜，阮三甲会当做伙来领受主你真理活命的话。求上帝你来柔软、谦卑阮逐人的心，互阮会晓将家己的心全然伫你的面前谦卑来顺服，领受主你的话语。阮毋是看阮家己所认捌的真理，乃是照着你圣神踮伫阮逐人的心内，来引带阮来认捌主你的道。愿上帝你引带阮，互阮有够野的气力，继续为主来跑走天路，来起造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。同心祈祷恳求，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请坐，这个是咱讲道的时间，邀请咱犹原继续来祈祷，求上帝引带咱，互咱伫手边，咱会当看周报，咱会当看到咱的 PPT， 做伙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本身，伫主的面前认罪悔改。求上帝帮助咱伫灵性活命顶面操练家己，互上帝伊的话来修正咱的生命，互咱明白咱要安怎跟对主的脚步来行。特别嘛为着台湾经历一个真要紧民主的变动的一个阶段，求上帝来安慰咱的心。有侪人伫这中间会失志，但总是咱犹原恳求上帝，求上帝以亲自来掌权，是上帝咧带路。无论环境如何，无论偌大的试炼，上帝犹原甲咱三个同在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神善公义的主与我们国家同在，愿求你保护我们，有更多的基督徒在台湾这个土地兴起。求主你福音传遍台湾，与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。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麦是启演的时间诗篇128首，我来启，大家来应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至善。耶主爱煞到永远。愿以色列讲。耶主爱煞到永远。愿阿伦继续的家讲。耶主爱煞到永远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耶主爱煞到永远。伫危机的时，我求上主。上主就应答我，解救我。
上主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人袂当甲我安怎？互我开公义的门，互我通入去，感谢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只有正直的人袂当入去，上帝啊，你有引导我，我要感谢你。因为你互我得到解救。起厝师傅去师的少，已经成做上重要的基石，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。咱着欢喜，着庆祝。上主啊，我求你解救阮。上主啊，阮求你，求你互阮兴旺。奉上主的名来的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伊互咱光明。着举手机参加庆典，游行来到祭坛的四角头遐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宣扬你的伟大。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伊的慈爱煞到永远。即摆是信息84首，大家大欢喜，俄勒兰因诗，请大家起立。信歌队来献诗一首爱的人的祝福。
大家拍开咱今日的周报来看吼。礼拜是父亲节主日，请邀请大家爸爸兄弟拢来做伙来参加来阮教会每一位爸爸呢，拢有几份实用的全联贺礼吼讲到即马，我就想到一项代志，就是咱真正爱为着咱教会的弟兄甲爸爸来祈祷，因为弟兄甲爸爸伊肩膀上的这重担很重。阮一定爱好好甲阮教会的弟兄来祈祷，愿有更多神的灵与他们同在。神担负他们的重担，主让他们能够在你里面有自由得平安，知道神与他们同在，背负他们的重担。第二个就是讲，今日11点到12点伫牧师的办公室有提摩太主日学会议，请提摩太的老师甲家长拢来做伙来参加。今日是每月最后一周今日无小组请大家用时间建立家庭团圆聚餐，联系相爱的关系。第三点最重要就是教会同工每一个拜四按时7点到8点是家庭探访日欢迎各位兄姐做伙来参加。做伙来建造联系相爱的教会。第四个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逐工拢爱亲近神的时间，建立与神关系的重要。邀请大家配合周报手艺，新眼光读经范围进行读经。每日的灵修重点是祈祷、读经。甲默想，阁有祈祷，回应的行动。而且我要分享一个我今日会知祈祷的时见证，因为今日我要做司礼，讲台语对我来讲是一项无简单的代志，尤其是教会的台语是比较文雅，而且比较优雅的，跟阮伫病院内底，甲患者甲小讲的台语小可无相像，所以今日会知，我就为这个司礼的代志，讲台语的代志，甲祈祷。但是我祈祷的时阵，我就听到2个字，伊甲我讲我在，2个字尔，我在。伊讲。我伫你身边，我伫你内底，我在。所以台语讲好甲歹无要紧，我在，
伊伫遮啥物拢不要紧啊。接下来是来读圣经的时间吼，创世纪第3章6到7节，罗马书6章15到18节啊，大家来做伙读。有哩人看伊长的果子好食，合目，搁会互人有智慧，就真新鲜。伊就挽迄个果子来食，煞互甲伊做伙的丈夫食，伊的丈夫嘛食。因两个人的目睭就开，才知家己是赤身裸体，就变无花果树叶做裙下地。那安尼，因为咱毋是伫律法的，是伫恩典的，咱就通犯罪是无？绝对毋通。也毋知恁若将家己交互某人做奴隶，顺趁伊，恁就是迄个人的奴隶。安尼讲，恁是做罪的奴隶，直到死，也是做上帝的奴仆，顺趁伊，直到甲伊有合宜的关系。感谢上帝，虽然恁捌做罪的奴隶，现在已经对身体顺趁迄个传授，互恁做典范的教师。恁已经对罪得到讨办，成做义的奴仆。即马是读经的时间，阮请提摩太小组的宇恩同学，宇恩来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要攻读上帝的话，罗马书第6章到15到18节。这去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犯罪吗？断乎不可！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对的奴仆，以至于死；或做生命的奴仆，以致成义。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对的奴仆，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你们既从对理得了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谢谢宇恩。即马请牧师来，甲阮这古水的细囝吼来祝福。来，咱请小朋友来头前哈，来，我们站台前哈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，中南一起来，对，来，你搭着这个那个泽恩的肩，搭着他，对，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还有嘉亨，来，抱歉，来，妈妈改花了，按手，对，好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为着这个细囝来献上阮的祈祷。感谢你赏赐予阮伫上帝你的教会，会当三甲用祈祷互相鼓励、互相安慰、互相激励。愿你生命的话语也时常在这一群孩子身上，互因常常知影主你的话是因智慧的来源，是互因会当哪来哪明白
要安怎样敬畏上帝、孝敬父母，甚至伫因人生的道路中，遵主的道路来行。求上帝你听阮的恳求，帮咱遮的青年，帮咱遮的细囝，也帮咱家芬的妈妈，互阮每一个做家长的，阮更加伫阮的信仰的道路，就爱敲找上帝你的道，遵照主你的指示来行。阮相信，阮一生的道路，拢要通得到主你的欢喜甲祝福。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，搁一摆引带你的教会，甲每一个细囝，同心祈祷恳求，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好，上帝祝福你们，好，你们下去楼下哈。你们兄弟大家平安。美国有一个真有名的天文学家叫做卡尔萨根，伊本身在解说这个宇宙足浩瀚的中间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咱的地球伫无边的这个宇宙的内底，只不过是真微细一点，但是人类却是活伫亲像家己是宇宙的中心嘛。这句话真有意思。为什么这个天文学家伊安尼讲，也互我思考着，对细汉的时阵，咱就被教着讲，你着爱好好拍拼，好好学习，好好为着家己的梦想，好好去安怎追求家己的未来，敢是对无？细汉的时阵咱来好好学习哦，你爱好好做哦，你要好好的学习跟帮助自己哦，让自己了解到你要怎么样走出属于自己的世界哦。社会学家有发现，每一个社会内底，特别是咱当代的社会内面的焦虑孤单甲忧虑是比例是安怎？是逐年愈来愈增加。世界卫生组织2024年的资料内底，去年讲全球每7个人就有1个人是受到这个焦虑甲忧虑，这个忧愁的困扰。常常发现的原因是啥？大部分拢是失控、搁甲孤立感、孤立，迄孤单迄种，甚至安怎无方向。所以咱会当来思考看卖。今仔日牧师用一个主题，跟咱做伙分享。有时咱知影福音，咱知影主的道是啥，但是咱的人的生命会进入到一个阶段，就是咱伫生活中间，拢有一个叫做，事情怎么会演变成这种地步？我咧准备这个时阵，拄昨发生台湾的代志了，我讲真的嘞，事情怎么会发展出这种地步？不可思议！弟兄姊妹，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常常嘛是安尼咧过日。上帝特别伫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咧入麦福音的时阵，咱爱去思考几个问题。咱爱去思考讲，我是毋是常常掠家己做中心在过生活，还是掠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在过生活的日子？所以兄弟姊妹，上帝存在有无？咱会去想哦，咱爱去想，上帝有咧存在无？还是咱家己过咱家己生活就好？也是礼拜日来到教会时阵，讲嘿，我要来跟对主，跟对耶稣。转去了搁安怎？凡事拢靠家己啊。咱甲上帝关系是啥？咱来思考，咱是毋是有真侪时阵掠做咱家己袂歹，还阁还可以啦，无需要救主啊。甚至呢，咱是毋是领受着福音，真正去活出一个为主来活的生命？捌有一个人，伊去加头章。伊甲即个剃头门的伫遐咧开讲，两个人咧讲的时阵真欢喜。后来因讲到上帝啦，即个剃头的伊讲，我才毋相信有上帝咧。即个人客伊讲，为什么你感觉无上帝？伊讲真简单啊，你看这街仔路行出去你著看，你著知影有上帝啊无啦。你看，假设若有上帝的时阵，为什么还阁有遮尔侪人咧破病？还阁有真侪孤儿寡妇，
如果若有上帝，世间上就袂遐痛苦啊！兄弟姊妹，你若信主的人吼，昨昏发生的代志，一定嘛有基督徒会讲，到底有上帝啊无啊？有真理啊无啊？兄弟姊妹，即个人客伊心内吼，虽然无介认同即个剃头的讲，剃头即个师傅的讲法，伊安静无出声，伊无想要甲伊辩论。伊剃完头章，人客即个人客就行出去即个剃头门店，无行几步咧，伊看到街仔路有一个人啊，一个查甫人啊，头鬃长长，体高烂落，喙口全部拢是喙鬚，真臭。伊看了吼，滑头吼，佮倒转去迄个剃头店吼，甲迄个剃头师傅讲啥？伊讲师傅啊，理发师啊，我发现一件代志吼。即个世间上吼无剃头师傅啦，即个人客甲伊讲了，即个师傅伊讲啥？伊讲你黑白讲啥？我明明拄啊较帮你剃头毛，你开会讲无剃头师傅啦？即个人客吼真平静回答，伊讲道理足简单的啦。即个世间上就是无有剃头师傅的存在啦，因为如果若有剃头师傅吼，街仔路吼就袂出现讲有诶啊。头毛留甲长，体高烂落，无人甲伊加头毛啦。即个人客，即剃头师傅讲，岂有此理！明明我著甲你拄啊问题这问题是迄个人伊无要来找我。即个人客伊学了伊讲，你的话完全正确，问题就是你遮啦。上帝真正有存在，只不过人安怎无找伊啊。所以，这个世界才会充满着侪痛苦甲灾难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这个世界有真侪人知影有上帝，但是无有人愿去传主上帝所创造咱生命的道理啊。所以，咱知影有福音真好，但是咱唔知影要安怎活出一个真正有福音的人，应该爱安怎活出伫福音的真理的内面。去面对挑战、患难的中间，安怎有保有信心、盼望的力量，为主而活。甚至咧，咱知影有疼真好，但是咱唔知影真正的疼要安怎样面对遐个有苦难的人，要安怎甲因对话、沟通，甚至了解因，为因来祈祷。甚至咱知影有平安真好。但是咱袂晓得要安怎样，互人伫苦难的时，甲伊讲，伫主的内底真正会当得到平安。兄弟姊妹，甲你边仔兄弟讲，伫主的内底真正有平安，伫主的内面真正有平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倒转来圣经内面上早的记载，人类安怎样对甲上帝同行的即个状态，却最后是安怎？摕迄个无花果树叶安怎摘？刀劈上帝，刀劈家己的迄种地步。咱来了解，咱的生命明明会当领受着即个福音，但却是亲像今日牧师的主题，代志较会变做安尼。圣经内面创世纪第3章内底第1节到第5节讲起，蛇对查某人夏娃讲上帝敢真正安尼讲？兼无准恁食这园内面的啥树顶的果子吗？查某人对蛇讲：这园内底的果子我拢会当食哦，只有这园中的这丛树的果子吼，上帝捌讲恁唔通食，唔通摸，免得到死。蛇对伊讲：你无一定死啦，因为蛇知影，因为上帝知影，恁食的日子，恁的目睭会安怎？会看甲足清楚。恁会哪亲像上帝共款知影好歹？兄弟姊妹，圣经甲咱讲起创世纪第3章第6节，咱今日所看圣经节。后来查某人伊看见这丛树的果子好食，真水、真好、真意爱，人就安怎会当互人有智慧？伊就安怎？伊就甲伊摕来食，食了后嘛，互伊的丈夫食。两个人目睭有安怎？有没有明亮？有。而且知影家己是赤身裸体，兄弟姊妹，便因开始摕无花果树来砸家己，
当人第一摆选择无要听从上帝，选择家己决定好歹的时阵，这毋那是一摆食毋着物件的时阵的错误，乃是一种生命的主权啊，生命的主权怎么样转移了？一开始阿公夏娃因的生命的主权是在伫倒位？在伫上帝哦，上帝命令，上帝规定哦。讲恁着安怎样？但是因讲啊，无啦，像蛇讲的吼，互阮会当看到啥，阮会当得到啥哦。因就安怎，甲即个主权摕来家己身上。阿当夏娃因若犯了一个错误，因为因选择了，伊无需要上帝来甲伊讲安怎来活。兄弟姊妹，因的选择是我比上帝更较知影，啥物对我是上好。所以兄弟姊妹。今仔日咱是毋是嘛常常会讲，我家己的人生，我家己决定，这就是真正的自由吗？兄弟姊妹，伫蛇咧引诱夏当夏娃的时阵，我相信有一个白菜叫做上帝甲你限制，有无？咱头拄看上帝看这段圣经，你会看见这只蛇，伊会讲起上帝咧甲你限制哦，因为伊无想要互你亲像伊嘛，对无？佮甲伊讲啥？你若家己做主吼，你会更较自由哦，你会更自由哦，更有智慧哦，更较亲像上帝哦。真正是安尼。兄弟姊妹，这含咱即摆的世代的人吼，常常咧讲的话，敢若类似啦。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该怎么做，做你自己就好了啦。你自己就是你命运的主人，自由，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对不对？不是吗？然后他来熟客，这就是现在的道理，世上的道理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对圣经的内底，咱看见，当因真正安尼做的时阵，食了这个果子，因脱离了上帝主权，想要家己掌权的迄个时刻，发生什么代志？结果因的目睭开，看见家己的见笑。家己赤身裸体，家己的破裂，因的自由并无互因得到快乐，反倒是更较惊吓，彼此暗暗夜夜，倒撇上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因想要变做上帝，结果却连家己都无法度通面对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福音是要互咱的生命得到自由。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自由？唔是无拘无束的放纵，互你的灵魂透放出来，唔是这种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到底你是唔是真正找到是上帝掌权，佮会当互你自由的生命？我再讲一次，让上帝掌权又自由的生命，容不容易？不容易哦。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。咱要安怎得到这个福音真要紧？咱所领受的福音，咱的生命需要要安怎样来无脱离上帝的自由的生命内面来活，为主来活。安尼你会想讲，为什么咱人今仔还阁有安尼的念头？兄弟姊妹，就是今日咱所看圣经在罗马书第6章，咱今日头拄所看见这个创世纪内面阿当夏娃。讲起一个人内底一个罪啦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罪其实带来有2种的后果。这种的后果是啥物？结果是啥？第一项叫做灵性的捆绑。罗马书第6章第17节到18节安怎讲？来，咱做伙过来读一遍，好无？好，借手边吼，感谢上帝。虽然恁捌做罪的奴隶，现在已经对心底顺坦迄个传授互恁。最典范的教示，恁已经对罪得到讨伐，成做义的奴仆。兄弟姊妹，18节讲恁已经对罪得到讨伐，意思就是讲，咱若无伫罪内面讨伐，安尼咱就做罪的奴仆啊，对吧？你就毋是做义的奴仆哦。什么是做义的奴仆？咱是做公义、顺坦上帝爱咱做公义的事的代志。但是往往咱毋是啊，咱拢袂记得
咱要得做罪的萝卜，因为咱伫信仰的内底，伫福音的内底，咱无得到讨白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内面咧甲咱讲，罪毋是一种的抽象的观念，伊是一种关系。那亲像一个主人已经辖制着咱的生命，有时咱也做家己真自由，咱只要读圣经，咱只要有咧祈祷，咱感觉咱真自由。但是当咱拄着问题，有关罪问题的时阵，咱会开始批判，咱会开始定论。兄弟姊妹，有真侪时阵，罪在捆绑咱的心。咱想要停止一个歹的习惯，却咱犹原不断一直咧犯错。咱想要控制脾气，咱就是控制袂掉。咱想要疼人，但是咱总是犹原伫自私的规律内面，无法度通饶恕人，包容的疼来去疼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拄啊好亲像圣经内底罗马书第6章16节讲，伊讲。兼毋知恁若将家己交互某人做奴隶顺趁伊，恁就是迄个人的啥奴隶啊？安尼讲，恁是做罪奴隶直到死，也是要做上帝的奴仆，顺趁伊直到甲伊有合意的关系啊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台语讲甲足文雅，你若看华语。难道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这个是一个问句啊！你甲你问啦，你到底是顺趁什么啦？你是顺趁世间上的代志，还是顺趁上帝国的事啦？你若做罪奴仆，是会直到死啦。啊，你若顺趁我做顺命顺命的奴仆，顺命的奴仆，以致成为义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唯有福音会当讨放人，互咱对罪的捆绑的中间得到自由，毋是靠意志力，乃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甲圣神的开展。所以，互咱会当顺趁迄个假释的典范。兄弟姊妹，这17节17节内面有讲到讲，现在已经对心底顺趁迄个传授互恁。做典范的假释，牧师特别甲即个做典范的假释框起来，要甲咱做伙来分享。什么是做典范的假释？到底即个模范，即个道理的模范是什么？到底咱要安怎来了解即个模范是啥？兄弟姊妹，你若看罗马书第3章到5章，拢咧讲到罪人因为信来称义啊，对无？罪人是因为信称义。你讲起人，毋是靠行为来得到救，是凭着啥？信心哦。兄弟姊妹，当咱的信心是甲耶稣基督同死同搁活，这是伫第6章咧讲起的。信徒伫洗礼中间甲耶稣基督同死，咱就爱伫罪捆绑的中间爱得到讨绑。所以我要问各位，我们有没有释放？在罪当中是释放。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个救我们得救的福音在我们当中，因为我们相信，我们不是靠行为的，所以再难的事情来的时候，你不会怕，你会懂得怎么样依靠神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罗马书内面第6章17节到18节咧讲，甲咱讲，咱毋通搁做罪的奴仆，爱做义的奴仆，顺服上帝的义，无搁再凊彩去行。所以咱的生命，咱若属于上帝，咱就爱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，行迄个上帝所爱咱行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保罗毋是讲恁做甲真好，乃是咧讲恁的心底就爱顺趁即个真理的标准来行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认为信仰毋是一个形式，信仰是内心一个足真诚的一个回应。我相信咱拢一直咧努力，一直咧往即个目标来行。信徒的生命毋是凊彩过，毋是讲我有咧奉献，我有咧参与，我的心甲上帝相甲比地。但是咧，咱的行为有侪方面，咱要犹原咧过罪的奴仆。
所以兄弟姊妹，信徒的生命袂使凊彩过，信徒的生命就爱愿意互上帝的话语来塑造啊，来帮助咱会当更较了解我要安怎来做，来得主的欢喜。所以福音毋是写做的好消息咯，福音是生命更新的一个标准。你若有这个福音，你就爱知影你的生命就爱更新了。得着福音的人是需要生命得着更新的，要重生。没有重生，没有更新，那个福音只不过是一个知识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罪大来，咱就爱有讨白，咱来知影哇，我不要被罪辖制，我要宁可要让上帝的话语教导我该怎么来走神的道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，这就得着了罪释放。好，所以第二个，我觉得他多咱所看见圣经在咧讲起，恁既然对罪内底得到讨白，要安怎做？咱就是做义的奴仆，参与伫侍奉，参与伫服侍。咱看见今仔日慧君医师吼，伊的事例吼，伊是备班啊，一礼拜中间吼，伊伫备班的中间对台语、对语言，过去咱嘛有真侪同工咧参与即个侍奉的时阵，拢有经过即个过程。但是我看见，当咱若互帮助一个人，伫伊侍奉上帝过程的中间，伊会愈来愈知影要安怎谨慎家己，甚至备办伊的心，嘛互伊看见上帝所赏赐互伊的气力，是要伫顺服的内底来得到帮助。今仔日咱的即个小玉是头一摆伫主日学做教学陪伴的工作。好，伊伫1个月前，伊就开始做观摩啊。我甲伊讲，你毋免惊，牧师带你豆豆仔行，互你知影要安怎做，然后你会当开始观摩。兄弟姊妹，伊即马做有信心，伊嘛知影要安怎来做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伫信仰的内底，咱要得到即个福音，互你行伫人生的道路，袂亲像咱今仔日主题讲，代志哪会变做安尼？兄弟姊妹，咱的生命第一项，咱来知影咱的罪，我们要在灵里面要得着释放，好，不是捆绑的。好，第二，咱罪爱知影罪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部分叫做定罪啊。灵魂若被定罪，会安怎？咱常常吼，咱知影圣经是讲会直到死哦。兄弟姊妹，咱常常知影伫教会内底讲话吼，若有当时讲到一个安怎，若袂输甲你定罪吼，你会感觉足艰苦，有无？迄就是迄种感觉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罗马书第6章20到23节吼，咱做伙来读，咱做伙来读。吼，恁做罪的奴仆奴隶迄时，恁无受义的约束。迄时恁做现在看见笑的代志，结果是安怎？结果是死。现在恁已经对罪得到讨白，诚做上帝的奴仆。迄个结果是诚做圣洁，结局是永远的活命。因为罪的代价是死，毋过上帝通过咱的主基督耶稣，白白赐予咱的恩典，是永远的活命。有清楚无？有足清楚啊吧？头前咱兜所看迄段圣经节，咱大家看16节到18节咧讲罪的辖制、辖制。如果你在罪中没有释放，你没有办法得着自由。但是这里又讲到一个很重要的，如果你是在做罪的奴隶，好，你是没有办法行使义的约束。意思讲，你无法度行出公义来啦。好，所以呢，迄个时，你会做现在看做见效的代志。你就一直咧做一寡无好，互你感觉见效。我甲你讲，你做这个代志，你的结局是啥？就简单咧。圣经讲就是死，你简单，你甲迄个死甲看做是啥？看做结束。意思就是袂久长啊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教会咧做主的工，我相信咱拢出对心底有迄个心想要做主的工。但是咱咧做义的奴仆，也是咧做罪的奴仆。
你咧想的是你爱做的代志，还是上帝爱咱做的代志？所以兄弟姊妹，现在圣经甲咱讲，咱应该爱对罪直直讨白，正做上帝的奴仆，迄个结果较是圣洁，较是上帝所赐福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毋简单因为罪咧受苦，有真侪时阵，咱拢咧定罪的生命中间失去望。我相信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伫你的生活中，有人会甲你讲：啊，你若安怎做吼，就安怎；你若无安尼做，就会安怎。即种拢是有侪，互咱感觉定罪的生命。咱常常会讲，我无信什物教，不过我是一个好人，我嘛是咧做好事啊。我相信有真侪咱身躯边有安尼人，但是咱常常有一个寡妇，伊若靠着足少的钱咧生活，饲一个囡仔大汉。伊教导伊爱诚实，爱做一个骨力，爱会当帮助人的人。后来呢，这个囡仔呢，伊嘛真正照伊的妈妈，甲伊的教导，努力咧生活，事业嘛真成功。毕业了后呢，伊几乎无倒来厝里，嘛无咧甲妈妈联络。有一半摆寄一个批信转去互妈妈，甚至呢，甲伊问讲妈妈你有好无？但是伊拢无要转来找伊妈妈。请问即个囡仔活咧有好无？有问题嘛？什么问题？关系对无？伊甲妈妈的关系有问题。兄弟姊妹，有个人认为讲，这安尼袂使，即个囡仔背恩忘义，背恩忘义，兄弟姊妹，伊有亏欠。但是相反，如果上帝若创造了咱，供应咱一切，但是咱却无要超找伊，只是掠做为家己会当好好生活，我并无亏欠上帝偌济什么代志。兄弟姊妹，其实咱着爱小心。其实我常常咧思考，咱毋是一个，我相信咱拢是无辜，咱拢会感觉讲咱是无辜的。但是其实咱亏欠上帝真多啦，我们真的亏欠上帝很多。另外兄弟姊妹，咱检查会感觉讲家己是一个好人，但是咱爱常常知影，咱忽略做真实，迄位创造咱、供应咱、享受生命甲迄口气的上帝，伊爱咱甲人建立和好的关系，伊爱咱认捌即个真理活命的话。咱嘛着爱安怎用遮个福音甲道理，咱着爱陪伴人，行入伫一个正确的道路，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即种的生命其实拢是需要咱大家做伙来努力。这毋是一个你会当安怎做就会当解决，足简单。咱着爱知影，咱的生命是上帝，用咱的生命来回应上帝。所以求上帝帮助咱。互咱明白福音的目的，毋是要互咱成做一个宗教的信徒，乃是互咱伫福音的内底知影，咱的生命会当得到讨白，无互罪来定咱的生命，互罪定罪的生命，咱的灵魂无法度通得到讨白，咱着爱真实知影，咱的生命需要恢复甲上帝的关系。所以弟兄兄弟姊妹，你是为着上帝来活的人无？咱爱常常来思考，咱毋是偶然来到这个世界，咱拢是上帝有伊的计划的精选了咱。所以咱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，咱拢爱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期待亲近你，我期待甲你建立更加和好的关系。所以这时牧师嘛要邀请咱做伙来吟一首诗歌，叫做《亲近你》。这条歌的歌词讲。亲近你，心爱亲近你，亲近你，心就爱搭近你。亲近主，咱就爱伫伊阳光的内底，不断来亲近伊，不断来敬拜伊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生命会当不断活伫上帝的道路。这条歌我们用华语来唱亲近你，亲近你。
伫咧唱的中间，咱来思考，有真侪时阵，咱来穿裙衣，但总是咱的心犹原打扫，亲像无水、无生命的人相款。虽然咱亲近上帝、敬拜上帝、服侍上帝，但是咱的心犹原感觉无快乐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的心会当搭裙衣，真实穿裙衣，互咱有够野快乐，继续来为主跑走天。亲近你，心要亲近你，亲近你，心要贴近你。亲爱主，在你荣光中，不住亲近你，不住敬拜你，亲近你，在干旱之地，亲近你，聆听你声音，主我愿贴近你的心，顺服你旨意，讨主你欢喜，亲近你，心要亲近你，亲近你，心要贴近你，亲爱主，在你荣光中，不住亲近你，不住敬拜你，亲近你，在干旱之地，亲近你，聆听你声音，主我愿贴近你的心，顺服你旨意，可使你欢喜。亲爱主，在你荣光中，不断亲近你，不停敬拜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阮的上帝，是阮生命的救主，阮要切切羡慕你。虽然阮的生命、阮的心有时伫打扫的所在，亲像欠缺水相款，总是阮知，阮着爱切切羡慕主，亲像鹿相款。当阮喙焦的时，阮心灵打扫不安的时，阮着爱常常伫你的面前，甲主讲：主，阮爱单单注神看主你，为着要会当得到主你救恩的快乐，伫阮的生命中真实来显明，阮着爱真实领受着这个活命的水泉。主啊，阮来到你面前，阮无搁再倒撇，无搁再用虚假的心来面对阮的生命，阮要诚实来面对家己生命的光景。阮承认，阮家己捌伫罪的工价顶面的道路中，阮的骄傲，阮的苦毒，阮的欲望，阮的冷淡，互阮甲主上帝你隔绝。主啊，阮的心灵打扫，阮伫彼此的生命中间失去连结的快乐。主啊，阮多谢你，因为你无凭着阮的私心来弃绝阮。你犹原伫阮要做罪人的时阵，备办你的救恩来要救赎阮的活命。求上帝你帮助阮，搁一摆互阮伫今日，互阮会晓学习选择用谦卑顺服的心来接纳上帝你所互阮白白的恩典。阮无搁再靠家己的好行为，无搁再靠家己稳重家己，互阮愿意悔改认罪。转向你，求上帝你帮助阮，透放阮的心灵，互阮无互罪辖制，互阮无互罪来定罪，互阮的心着真实做主你公义恩典，道
道路上好搁尽重的路谱。愿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，愿上帝你圣神常常甲阮三个同在，互阮真实活出有活命的气力，有温顺恩典所赐福的气力。同心祈祷，献上阮的感谢，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这个时，请做伙同心来奉献。每一摆的奉献，是咱对上帝感恩的行动的气力。咱的气力对上帝来，咱嘛着爱用感谢的行动，用奉献的行动来见证咱是属于上帝所赏赐气力的人。请咱备办咱的心，嘛邀请每一个观看直播的兄弟，将你的感动，将你的行动带到伫就近的教会，带到上帝所听的教会，来做出行动、奉献的行动的气力。咱做伙起立，同心来唱奉献的诗。甘心的奉献，主我愿意，乐意的奉献，主所欢喜。主听见我无比，我愿意成为你，奉献一切所有，何等我主，阿门。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。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。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。伫即时，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，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。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操练我的委身，分别我的性命。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。我坚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使命，我确信奉献是使命主权的交托。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怜悯赐福阮，保守你的教会，坚固你的百姓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免。咱希望徛地做伙来吟上用的诗389首，俄勒上帝至权至尊，吟诗说上帝牧师来甲咱祝福祈祷。俄勒上帝至权至尊，造化的主万福万分，地顶生产，地的万民，永远无路，白行诚实。阿门。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气力，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地底。愿恁伫即个弯挑背逆的世代中间，靠着主的真理，勇敢为主来活出福音的气力，做光做盐，勇敢见证上帝的圣尊名。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，阿免。
今仔日多谢大家参加组织，啊，咱会当来甲慧君医师